女神，可以了吗？哦，好像差不多了哈。OK。哦，你这样会腿懂 Q 呢？女神只要这样。准备好要去体验了吗 ？OK， 看海豚了。哎，我不能玩水。啊 ？Yeah。今天 Yep。没关系，海豚交给我，你拍照就好。海豚动静的吼。The dolphins are so smart. Wow. 哦，他们一起游哎。海豚很像啊。哎，入滑，好像是光滑的奶。老爱同海豚翕相哦。我要抱住它。好，来，脸靠上去。耶！芊芊好可爱。芊芊 so smart。海豚懂聪明。它可以发出多少种声音啊？有指令的状况下，它可以发出3种声音。哦，像刚才听到的一个唱歌。还有唱一次歌。还有这个，其实非常厉害。这个是我们有捕捉到的声音。那其实你潜水在水里面听的时候，它的声音其实非常的多变。好，等一下呢，我们要给它一个指令，是让它去跳跃。打勾勾，走吧。Yeah, dolphins are so smart. Wow. 哦，好想下水哦，但这次就先跟小猪一起游吧，下次再来找你玩儿。拖吧，不可以这样，你不可以这样。Hey, the dolphins are so smart. 对呀，海豚懂聪明呢。很高很高，你还有拿到一个证照？哪一滴呀？哇，太羡慕了。海豚懂聪明呢，真的。我们下次再一起来。好 ，OK。海豚懂聪明，都听得懂我的指令哎，真可爱。Yeah, the dolphins are so smart. 下次我也要玩。